大家晚上好。那我们这次藏文初级班开课的一个缘故，就是前几天有我们那个中心的师姐师兄，有几个人想要学藏文，呃就我答应他们就开一个藏文的课。他们也是没办法来现场，所以呢，他们就是说比较那个线上网络上透过 Zoom 的网络上开课的话比较方便。因为我们中心偏僻一点，也比较怎么说呢？不方便，所以呢，他们也是想要在线上开课。那时候我就答应说，如果5个以上的话，人数的话就我可以开，因为很少人的话就怎么说呢？不好开然后如果就开了就多一点有那我有多一点有参加那个听课的话比较好一点，我这么想的。所以呢，后来网络上公告了，就很多人进来了那个我们的 LINE 群组里面，然后呢，就我之前也没有，当初我没有想到这么人想学那个藏文，后来很多人进来了我们的那个 LINE 的那个藏文基础班的群组里面。大家愿意跟我学藏文，感谢大家的那个用心和大家的接受我的那个藏文课。就这样的缘故来，我们这次也开那个藏文初级班的课。呃，好，那我们开始。我这几天有整理一下，先稍微备课那个藏文的第一堂课。那第一堂课的话就是呃呃第一单元藏文的简介，这是我那个 PPT，呃呃，上面有准备一些，做了一个 PPT，然后呢比较容易，呃就是上这堂课嘛。然后第一单元的话，那个藏文的简介，那藏文的简介里面有那个。呃，有4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阶段是藏文的起源与发展，然后第二个是藏语的3大方言，然后第三个是藏文的书写法，第四个是藏文与梵文的关系，这四个那个藏文的简介包含在那4个题目里面。好，那下一个，那第一个是藏文的起源与发展。那藏文的起源与发展的话，藏文的起源就是那个藏文大约是公元7世纪和8世纪的中间，吐蕃的第3代藏王车松藏王松赞干布的时候，就是那个他有一个大臣叫做推密三部扎。推密三部扎他创造的，然后一个文字就是藏文字体。那松赞干布那时候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唐朝的时期，就是同一个时代。推密桑普扎他去了印度，他印度的梵文里面印度的梵文字母有34个字母和16个元音符号，就是这样的，有50个字体字母，五十个字母它嗯呃按照50字母，它有创造那个30字母，西藏30字母嘛，那个藏文的30字母和4个元音，就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方便的一个文字，它创造出来了。然后呢，它的功能是差不多范文的功能的。现在我们看看的话，就是范文里面是怎么表达，怎能表达，也是我们那个藏文的30字母和4个元音，
可以表达一模一样的同样的那个功能。呃，然后后来他创造了30字母4个元音那些藏文以外呢，他还有著作八个著作，8个著作就是那个西藏那个文法的那个结构啊那些的方面的文法的方面有8个著作，但是呢，6个著作已经就是失踪了，消失了，就是没有保留好，就那个不见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可以学的是只有两个著作，只有两个著作，就这样。以上是藏文文字的那个起源与它的那个创造者是谁这些。然后第二个是那个藏文的三大方言，三大方言的话就是藏语的三大方言。藏语的三大方言是我们那个西藏的地区的话，就是威藏和康巴、安多有三大地区。三大地区的它的藏语的口音是有差异，口音有差异，但是文字都是一样的，那个文法、文字、字体都是一样，三大地区都是一样。卫藏的话，卫藏的口音比较轻，比较软，比较轻，比较软一点，就是可以说是算是普通话。然后康巴的话就是四川，就是四川的地区嘛，就是他们的口音比较重一点。那安多的话，安多的那个青海的那个部分的，他们那个藏人的口音也是比较重，有一点点有卷舌的一个话。就这样是藏语的三大的方言，这些都是区分在那个藏语的口音的上面，没有那个区分在字体上，字体都是一样，文字都是一样的。呃还是喜马拉雅山区，不丹也好，那个印度的那些喜马拉雅山区的都是用藏文的区域，都是藏语藏文的。好，那下一个是第三个是书写的法。藏文的书写法有那个主要的是，藏文书写有好几个，但是主要的部分通常比较，呃通常用的部分是押金的这个叫押金。押金的话就是它的形象是这样子，这个叫押金。我们经书大部分都是那个押金里面的。所以说我们直接这堂课也是我们藏文也是直接你们学那个握键就好了，其他字也不用学，就好了。就那个是欧美，那个叫欧美。第二个是欧美嘛，欧美的话，它的形容是这样的，但是它的文字字体的形象是不一样，但是呢。它的念法，它的那些结构都是一样的，同样的，一点的字的形容形象稍微有不同的那个它的形象，但它的那个念法啊、发音啊那些都一样的。有一个这个第三个那个会写那个一些特别的那个上是一个弟子名字的时候，也是会写比较通常写那个红包上，我们那个供养上是曼扎拉的时候呢，这个上面有写那个曼扎拉那个部分，也是比较用那个字体用。嗯、这个字体是比较艺术性的一个字体。然后草书是那个草书，这个草书是我们那个 QE，藏文叫 QE，就是草书应该英文我们那个中文都会有那个草书的方式嘛，这就比较快写的，快写的部分叫草书，然后藏文的草书也是它的形象也是这种的，就是比较这个草书这个字体。写的比较快速的方式写，快速的方式那个也是通常比较多用的，
就这样。然后我们那个即兴呢，一些那个叫什么，就都是那个用草书来写。笔记啊，那些都是草书来笔记比较快。然后第四个是藏文与梵文的关系，藏文的与梵文的关系，我几乎那个藏文的起源与发展的时候呢，就知道它的藏文的与梵文的关系，呃，就是藏文是那个按照梵文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关系。然后呢，它的那个有些梵文和藏文的它的念法、发音，还有它的那个音调嘛、元音啊那些都就很像那个梵文。然后呢，梵文比较多，梵文的字母比较多，藏文的字母比较少。梵文的那个元音符号，元音比较多，然后呢，藏文的元音很少，就只有4个元音符号。梵文的话应该十几个，16个，就大概是6个左右的一个发音，那个不是元音的部分。就是像类似是我们那个中文字体和日本的日文，就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同样的一个书写的系统。好，那第一单元的部分就是我们那个藏文的简介与藏文的对关于藏文的一些简介。然后第二单元的话，课程的目标，我们这堂课开课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先要心里要有准备，大家要有准备，藏文怎么去学，藏文学习的过程是怎么样，它的结构是怎么样，这些稍微先了解的话。大家都有心里有一个准备，怎么去，那个学习哪里要比较，要注意，呃这样的话比较有准备的话比较好学。所以呢，课程的目标里面我稍微有讲解那些，他的学习的过程，或者是学习的时候呢，去怎么去学，怎么去，注意。我们那个开课的时候呢，哪里要比较有注意，哪里比较重要，哪些是比较，嗯，就是比较重要的，就这些，稍微有准备的话比较好一点。所以呢，我这里有4种的，呃，方式来，稍微有讲解。认识藏文字母与拼读的方式。第一个是我们课程的目标是第一个，当然是认识藏文的字母。藏文的字母那个字母是那个每一个语文学的时候呢，字母开始学嘛，然后字母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然后呢，字母的那个拼读的方式或者它的发音那些是基础。然后呢，然后这些藏文的30字母的拼读，它的发音这些学好了之后呢，那就是文法的结构。文法的结构就是藏文文法的结构，一个字怎么组成一个字，怎么组成一个字。然后呢，藏文有前加、后加，然后呢再后加或者上下加，这些是结构，文法的结构那些。怎么去拼读这些，怎样组成一个字体，呃就这样的一些类似的。然后第三个是学习日常用语与简单的对话，就是我们那个有些人比较喜欢对话的那些学习，不喜欢学藏文字体，比较喜欢直接学那个语言嘛，讲话对话的方式。这个也是可以学的，但是呢，最好是从文字藏文字母来开始要学习的话，比较最好的。
当然，那个学习日常用语的简单的对话的话，可以需要一个环境，或者需要那些藏族的朋友，嗯，就常常有交流或者是聊天的话，这样学起来。然后初步阅读简单藏文文章或者是佛经文，这些都是以后那个慢慢能够学那些藏文的字母，开始到那个文法的结构，学好了之后呢，才可以也能够读藏文的文章以及佛经的经文。对，这样。然后呢，这个认识藏文字母的拼读的方式，就是藏文初学者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热练掌握藏文30个字母。这个是当然嘛，那个一定要藏文的30字母要好好达到那个它的那个基础。然后字母是藏文的根本结构与基本的单位，就是我们30字母就是藏文的根本的结构基础的单位就是30字母，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字母，就是包含在30字母里面。藏文的字体每一个字体都在包含在那个30字母里面的，互相交接的，互相组成的，都是互相组成来成那个词语啊字啊那些。对，这样。然后记住程度的话，就是如果认识字母的记住的程度必须达到一个一见即识，能正确的发音的程度。一见即识就是一看就认得出来这个字母是什么，它的发音是什么，直接马上就认得出来，发音能够发得出来，会念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程度。例如的话就嘎，这个一看到就心里马上嘎，呃，嘴巴也是马上可以嘎就发音的，就这样例如这样一看就能够发音发得出来，然后呢认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程度，要达到这样的程度。那拼读的方式话，就是了解每一个字母加上元音时候呢，它的发音的变化规则，或是并熟悉30个字母，再加上前加字、后加字、上加字、下加字、下加字后，那个发音如何改变，就这些就是一个拼读的结构，或者是就藏文字体是有前加字，前加字哪一个前面加字呢？就是主要的字母，主要的字母，也是有它的前面可以加字，要后面可以加字，然后再后面一个可以加字，这个都一起是一个音，可以发音，可发一个音，就是组成一个字体，所以这样的一些结构。要能够拼读，就这样。然后就是例如的话，就是字母加元音的话，就是ra，这个是字母是 ra，raki 不 ri，raki 不 ri，raki 不 ri 这样。然后前加与后加的话，就是前加这个字是 ga 嘛 ga。中间是嘎的，是那个主要的字，就是它是主字嘛，就是明系，它叫明系，我们藏文叫明系，就是基本的那个字母是嘎，然后呢，它的前加字是帕，后加是嘎，所以呢，它是一个字体。组成的3个字母组成一个字体，就他念的时候呢，po 嘎嘎嘎，只有一个音嘎，因为他们的中间没有那个点，如果有点的话，它要分开念；如果没有点的话，它是一个字，一个音，就是这样的，前加后加的。那上加字的话，它主要的主音那个字母，主要的那个字母明细，上面有一个字体，也是一个30字母里面的，
没有没有其他的字哈，就是萨嘛，这个是萨。然后它那个主要的字是嘎，嘎上面有萨的话，萨嘎达嘎，这个是上加字，上加字。然后下加字的话的字母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字母的下面加一个东西，就是嘎呀的嘎，嘎呀的嘎，这个下加字，就在这种类的那些都是以后慢慢，在先要学那个字母30字母以后，慢慢来这些慢慢学的。但是呢，之前稍微了解一下的话，比较有心理有准备。呃，就这些，然后那个掌握文法结构与句型的话，就是前加字、上加字、根字，或者是主字母，也可以说根字。我们藏文里面叫它叫闽系就是主要的字母，根字叫闽系。然后呢，它的前面加的话就是这个叫做上加字，然后它的后面加的话下加字，再后面加的话就是后加字。然后呢，要有上面有，也会有元音符号，有下面有元音符号，但是元音符号是一个一个，只有一个元音，没办法，一个字上面没办法两个三个元音，这个没有这样，根本没有这样的方式，就是原因是。它是只有一个元音，可以加一个元音，不能加两个、三个，一个字地上，没办法加，就这样。嗯，所以说这里有藏文的文法结构，包括4个元音以及字母前后上下的加字规则，有没有刚刚前面讲的这些？这些规则有明确的限制，他们有明确的限制，没有就是随便不能加。那个前加字有前加字，它固定的可以前加的字体，然后后加字的话，后加字它有规定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后加字的字体。字体都是30字体字母里面的，没有除了这块没有字体，所以呢30字母里面有些是固定的前加字，有些是固定的后加字，有些是固定的那个在后加字，所以呢就是明确的有一个限制。在30个基本字母中，只有特定的字母能加前加字对。30字母里面有特定的字母能加前加字的，然后后加字的、上加字或者下加字都有那的固定的，就是特定的字母，不能随便加，全部不能加。这都有一定的规定哦，那个没有随便的，就一定得有一个规定，必须熟悉这些规则，才能那个正确的拼读与那个造句。好，那接下来就是藏文文法的结构的范例，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它的最多的组成或者是最多的拼读的那个藏文的组成是就这样子的。它最多的话就一个鸡字，中间是根字或者是鸡字，然后呢前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后下加字、上加字，然后那个辅音就是那个元音符号，就最多是有这些，最多的话就这样。嗯、就都是那个 Wikipedi 里面就我拿出来的。藏文每个音节有一个机子啊，藏文的每个音节有一个机子，就是确定该音节的中心的是补音或者是机子，机子上方或下方可以加元音或者辅标的那个表示不同的元音的。机最上方有时有一个上加字，有时候每一个字不一定有那个前加字后加字，
但看看有些字有前夹子，有些字没有前夹子，有些字有后夹子，有些字没有后夹子，有些字有在后夹子，有些字没有在后的，不一定的，这个是看看的。最多也是前夹子、后夹子、再后夹子、上夹子、下夹子，元音符号这些是最多的是这样，比这个多没有加上去的。所以这个范列就是最多的，按照最多的范列。嗯。上角的下方有时有一到两个下夹子，前边有时有一个前夹子，表示那个干音节的那个声母是辅补音，然后辅补音的连接的顺序，以此为前夹子或者上夹子、基子、下夹子。鸡最后后边有一到两个后夹子，表示该音节有一到两个补音的，反正就是这个是最多的一个案例，就是范例嘛。有少，有些有少，有些有多的。就这个发音的时候呢，主要的它的音是那个鸡字或者是那个根字，主要的那个字的音，中间的那个音比较多。就是就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字，一个音节，就是 power sa ga da ga da da 真的真真那他真，就是最多的一个范例。刚刚前面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主音是卡，那个中间的是卡，然后它的上加字是萨，上加字，它的上加字。它的下家字呢是 rada，这个是 rada，然后它的前家字是 pa，这个是前家字，然后它的后家是第一家字，第一后家字就是那个 na，再后家字或者是第二后家字是它，是它，所以然后呢元音符号的是那因为下家字刚刚讲了嘛，那个鸡字是卡嘛，卡。所以说，最多的那个文法，结构，藏文的最多的文法结构是，这样子。然后不一定每一个字有这样组成的，有些有前夹子，有些没有后夹子，有些没有后夹子，有些有前夹子的，就是，不同的，有很多不同的，多多少少都有区别。好，那第三个呢，那个学习日常用语简单的对话的话，就这个说也可以顺便你们可以学那个藏语的那个日常用语的那些简单的对话，那些都可以慢慢学。这个需要你们要有一个环境，或者要有藏文的藏族人的一个朋友，或者要多多聊天啊，这样来学习的。若想学习简单的藏语对话的话，建议从最基本的日常用语开始，例如打个招呼，这些的例呀，公干桑，就这样的开始自我介绍啊，这些请求语道谢的这等等方面的，平常那个日常生活上比较常用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来学习。就是也是要一个藏人的环境中，就比较好学。喜马拉雅山区的朋友，多多交流啊，那些比较容易学得到那些藏语的对话的一些简单的对话。嗯，然后初步阅读简单藏文文章后，佛教经文的话，一定要从开始藏文30字母开始，四个元音这样慢慢学来。然后呢，这些结构、文法的结构这些学完了之后呢，才能够读藏文的文章与那个佛教的经文。所以说这样，
如果就学藏传佛教来说的话，学藏文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几乎我们那个很多在台湾这边也是很多那个藏传佛教的中心，有很多有共修啊之类的。共修的时候呢，大家都要看那个按照藏文的发音来念诵嘛。念诵的时候呢，就你会藏文的话，就不用那个看那个中文的那个音译，直接你看藏文嘛。藏文比较标准，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方便嘛。所以呢很重要。然后慢慢好好学习的话，就能够理解它的内容。就这样。就是学藏传佛教的话很重要，因为我们藏传佛教的佛经很多佛经没有翻译那个中文，中文的翻译，中文翻译里面的藏传佛教的佛经是应该10%也没有吧，就很少翻译中文里面的，所以那些90%都没办法看，所以呢，对藏传佛教的学藏传佛教的话，就是学藏文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大家也继续加油。